Hello，大家好，又係我 Kevin Sir，歡迎繼續收睇我嘅課堂。喺以下呢一堂，我會同大家講解一下混能車嘅所有應用。嗱，首先我哋講一講呢一幅圖 ，Hydro System 呢幅圖啊。其實出現呢幅圖嘅時候咧，大家係必須要立即回廠修理嘅，代表咗你架車需要回收，或者如果你唔可以及時回廠嘅話，可以嘗試做呢個方式，就係着咗車前再熄匙，等候5秒，重複呢個動作3次，喺熄匙嘅狀況下再等1分鐘，再撻匙。睇下會唔會消失呢個警告燈，如果都冇就真係必須回廠啦。好，另外第二樣，一般嚟講揸車嘅的士司機或者售貨司機見到呢個都知啦，冇錯啦，呢個係代表咗引擎問題啊，黃色圓形引擎問題啊。去到呢個燈嘅話咧，必須要去車房盡快檢查維修。好，大家見到啦，呢個嘅 XRS 警示燈啊，嗱，呢個 XRS 警示燈係比較少有嘅，呢個代表係氣囊安全等嘅問題。所以謹慎行駛，即刻送翻去車房檢查。另外一幅圖就係代表電池警示燈，唔使講啦，好簡單，你個電有問題，即刻走去換電。第三個係機油壓力燈，即係你架車嘅機油壓力過低，亦都係必須翻去整嘅。車門開啟警示燈呢樣嘢，其實揸得車嘅都會知㗎啦，佢話係咁響。咁另外嗰啲安全帶警示燈咧，會喺你嘅車嘅中間上面望到嘅。邊個冇扣安全帶，佢就會斬燈㗎啦，喺嗶嗶嗶嗶嗶不停嗶。冷卻溫度警示燈呢個燈掣好似架船咁嘅，即係證明你架車個引擎冷卻溫度過高，要即刻停車，係即刻停車。如果唔係，會燒咗車頭，好大鑊。剎車系統警示燈代表咗你嘅剎車油液過低或者剎車系統嘅問題，亦都係必須停車，千祈唔好繼續揸，係非常危險嘅。第三，呢個電子動力輔助方向盤警示燈，表示故障發生 EPS 電動輔助方向系統，即係話你嘅方向盤有可能有變重，亦都係必須立即停車拎去維修嘅。駐車剎車指示燈啊，如果斬下咧，即係話你個剎車掣未完全開動或者係釋放嘅，即係話可能你未 lock 實架車，或者你未解翻晒架車。最尾安全帶提醒燈就好簡單啦，個個都知道㗎啦。咁另外架車嘅簡單嘅配置啊，帶喺邊度扣啊，我哋都有幾幅圖俾大家參考一下嘅，呢個非常簡單嘅，一般揸車人都識㗎啦。咁一個混能車嘅基本應用咧，其實大致上都講晒俾大家聽。其實佢可以成架輪以上添嘅。不過呢一度我覺得就唔需要教大家，因為我相信10個有9個半都唔會做呢個動作㗎啦。因為要將架輪椅成架運上車呢個過程係非常複雜嘅。我諗都冇乜司機肯做㗎啦，所以教你都冇用。所以大家亦都根據翻以上嘅維修啊，或者係個燈號注意系統啊，咁亦都大家同大家詳細分析過㗎啦。咁記住大家有咩需要問題或者可以留言俾我啊。希望大家繼續 follow我，多謝晒。